继续这个正大的消息，来看国会职权修法，大部分的条文已经议读，纳白阵营明仔载要拼三读过关。民进党的立委讲，纳白版本为质询条文件询问到听证相关的法则甲认定的条件，拢写无清楚，是一部超东超西的拼装车的法案。国民党的立委是来回呛讲，民进党只会向一直抹黑，相关的修法真侪拢是过去民进党的提案。另外，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，伫顶礼拜五的冲突来受伤，是话讲要告。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讲，是因为惊讲要自我保护，才会来出手。希望就是他要正式去道歉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再来用法律途径。那老目屎那要求林淑芬回实的，讲明就是顶礼拜五的宴会，两个人集体冲突，更加控诉对方除了造成伊身体受伤、心理伤害，更加是减派回复。办法去接受的哈，因为我是因为家暴才离婚出来。所以我这个家暴的阴影一直在。当他先出手对我挥拳闪过我眼前的时候，我就是才会害怕到本能的这个自我防卫反应。针对国会职权的修法，调查攻防也未结束。那被以表决人数优势，将大部分的条文直接送到议途。严格审必样，这个法案内底那被扩权四大样态。包括质询、调阅文件、询问甲听证等等的权力扩张，相关的法则甲个性的标准煞无清不楚。批评讲这法案根本是倒起来的。他们从来不肯针对条文的实质内容做讨论，他们就只会一直讲说，你们以前不是有支持过？这个民进党一直在污名化整个国会改革方案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在的国会改革不是查水表，是查弊案。条文的解读，双方立场差真多。表决大战第4回合，敢若在所难免。调查的对立，互气氛变甲真紧张，连遭化解。那也提出依照过去马英九的前例，召开国事会议，降低国会紧张。这个时候召开国事会议是很有必要的，就是连结各党、社会各党、各派、社会各阶层的共识，有其必要性。既然讲说请赖总统出来开国事会议，其实这很简单，韩国一句话就停下来了，大家遵守议事规则，照程序来就好了。为法案到国会气氛调查拢总无共识，立法院的表决大战恐惊无遐尼简单结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